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是高雄化学工厂的群聚感染案。另外，指挥中心宣布5岁到11岁囡仔也是无开放注疫苗。地东北部天气，即马发现讲这龟山岛的山壁崩落来。另外，这全国有155间学校受到损害，需要进行征收。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达已经1个月了，虽然是战火无情，不过有这温暖的行为，伫咧安大人心。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其中伫高雄就占13例，是高雄某一间化学工厂的群聚感染案。另外，讲到这带病入境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124例，其中对越南来病例上介济就49例。消毒人员伫台南火车站甲大桥站一直消毒，每一个所在拢无放伊煞。因为国内本土新冠病例一群增加15例，其中高雄化工厂规定烧话13人当中，有11个人是职场同事，2个人是做伙大的亲人。其中按22455，差不多拢坐火车去高雄上班。这件规定烧话机票个案是做过2剂疫苗的按22394。另外，嘉义喜道规定小话又搁增加2人确诊，是按22180的妈妈甲查某孙仔，伫隔离了后因转阳。公司不大，所以他是领班，所以大概每一个人他都会接触到。那高雄也动作很快，大概昨天半夜就把第一层的职场，然后跟职场确诊的家人也都验过一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新增的个案。除了本土疫情雄增加以外，境外移入的病例原来有124例，上侪是越南入境的病例都有49例。今天算是我们境外大概是今年来最高的了那我们是124人，那前2次大概有前天的3月19号的120例，3月20号的117例。真正确诊感染源爱查的台北市联医和平园区护理师基因定序结果也公布，是全新的 Omicron 变异株序列 BA.2.3。护理师这个基因的定序跟我们其他的 Omicron 的一个基因定序是不同株的不同系列的。那还要再进一步再等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怀疑的个案，另外一个怀疑个案的基因定序。另外，进前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来做紧急使用清单甲高端共属有次单倍蛋白疫苗的 Novavax 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讲，会有200多万份 Novavax 疫苗来台湾，到货时间也未确定，袂一届全部到位。目前是由数当地看相关技术性资料，若是注射对象，专家爱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染病高雄的化学工厂内面，有11名的员工发生群聚感染案，搁再探访2个厝内面的人，其中有1个是高中生。这学校早起就先甲全校做采检，目前无找出阳性个案。不过，甲确诊者共班的老师甲学生计共42个人，拢爱隔20天。另外，市政府也伫咧化学工厂甲病例活动现场附近有设体检站，而且也强调讲，伫4月初的时阵，若准无都甲这疫情压落来，无排除伫清明连假会加强防疫措施。学生穿防护衫、挂面罩，关行李准备搭防疫巴士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因拢是高雄前镇某一间高中，2是确诊高中生共一班的同学，包括有甲因上课的老师在内，总42个人。虽然 PCR 采检是阴性，不过市府要求爱隔20天，若是无法度一人一户，都爱去集中检疫所。若其他共一间学校的师生是停课3天，伫咧厝内做自主健康管理。下晡2点开始，家长就去学校准备把囡仔接倒转去。应该还好吧，他都筛检了，而且都打第3剂了，还可以啦。无足紧张，因为这种疫情足久的啊，你哪做啊？袂输诶，感冒种就对。烦恼发生互相烧话，全学校2400多个师生透早做体检，卫生局长嘛亲身去学校了解情形，目前无阳性的个案。不过，一个确诊的学生去互因兜伫化工厂食头路的亲人话着。规个前镇的群聚案，因为化工厂一个40多岁查某员工出现症状，叫医生看了后确诊才发现的。目前累计已经有13个人确诊，有11个人是住同一间化工厂，有个月和2个住做伙的亲人，其中1个是高中生，全部拢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13个里面有10个打过3剂疫苗，那另外有3位打过2剂疫苗 ，CT 值都接近，那显示是在这个职场里面有一个共同感染源。好，
那这个感染源呢，我们的推测那可能有一位比较早发病的这个同仁。目前确诊者的行踪主要是集中在凤山，环保局已经派人做消毒，为了阻挡疫情扩开，市府扩大科例采检到第3沿社区的接触者。东头伫化工厂迄颗梨仔的公园设体检站，无到3点钟的时间，就有真侪民众甲劳工来排队要做体检。市府讲，这波群聚需要持续观察几天啊。若是4月初进前无法度压落来，无排除清明连假的有案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若阵还未注意疫苗，民众爱赶紧去注意疫苗哦。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要举行专家会议，决定讲这少年囡仔疫苗政策，5岁到11岁有缘无开放，毋过12岁到17岁少年囡仔，这第1档甲第2档拢会当注莫德纳疫苗。 5岁到11岁，确诊的案例很少，那也没有重症，所以要希望能够把它看到更多的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在那个12岁到17岁的，这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说，他的那个不良反应时间拉长一点，应该是会降低一些。 伊若讲到这少年囡仔注2档了后，敢会来注第3档的部分，目前指挥中心无认定，认为要有更较侪数据来证明安全甲效益，未来会搁再进行讨论。讲到3月23大地震了后，一直拢有地震尾发生，到24暗头啊，到今已经发生66届的这个有感觉的地震尾咯。气象局表示讲，花莲本地就是这个板块隔界所在，地震本地就直接发生，目前也算是伫咧合理的范围内。有学者要提醒讲，这地震的活动期恐惊已经来到，民众就要有防灾意识。 响响又真大力，花莲丰滨乡早起8点38分发生规模5.3的地震，东部地区拢感受会到4级的震度。气象局表示，这是3月23规模6.6地震的余震，伫主震了后到20尾暗已经发生66届有感地震。地震七部中心分析，虽然余震数目甲规模有较侪，不过也伫合理能量释放的范围。 这个地方因为它发生规模6.6的地震，深度又相对比较浅，所以余震的数量会这么多。这个余震的行为是跟过去的台湾的地震的特性是蛮相近的。因为花东连续地震的影响，宜兰外海旧山岛出现山壁崩落的情形，早起有民众坐船看海岸，经过时阵发现山壁崩落的痕迹，4周的海水也因为石头崩落变较落。在绕龟山八景的时候发现的，发现它整个坍塌下来，整个海面上那个新的崩塌点，还有那个泥水啊，都已经冲刷下来了。 气象局分析，花东是伫咧邦地隔界，原本地震就真接，全台湾年平均14000外界地震内底，花莲就占12000外界，规模6以上拢是当年有的，地震拢有较浅，定定35公里以下。看较早也捌真侪届灾情，像讲2002年331大地震，迄个时阵规模6.8，造成7个人死亡。2018年2月初花莲地震，规模6.2，台北盆地又真大力，全台湾17个人因为地震死亡。 台湾会有大的地震，然后规模7以上地震1个世纪好几次，这是必定的，所以这样大的地震必定还会再来。这个活跃群里面，这个几率相对是比较高的。专家是讲，大规模的地震一定会过来，不过目前科技无法度预测地震，所以民众要有防灾准备，不过也无需要伤过头紧张。记者综合报道。 3月23的大地震，也互花莲玉里的玉兴桥受到损害。这玉兴桥已经伫咧做粉块工程，本地是明年5月完工。交通部去视察了后，认定这工程的时间可能会来延后5个月。伫咧旧桥的部分，伫昨暗也已经恢复通行了。 为了赶紧予玉兴大桥通车，苏花街工程为24就开始对桥面、桥梁、桥墩做完整的检修。虽然旧桥地震无影响，已经伫迄暗就通车，不过两边伊仍然严重毁损。总共32支的大梁，有28支是已经有倾倒断裂，但是有4支现在目前还在这边。但是我们有请结构技师，现在目前来稍微检查，我们预判应该是可以使用的状态，应该不多了。所以可能
整个32支必须可能全部都拆除掉。玉中公路目前已经通车，毋过倒去的32支医疗娘上紧2日拆除，新桥工程才会当重新施工。也毋过玉兴桥原本是明年5月完工，即摆工程恐惊要延5个月。立委是质疑是安怎新设置的医疗娘遮尔无动头？因为余震不断，附近民众也正关心地动大的公共工程，是毋是也有可能发生其他的灾害呢？我们这个预力梁现在是放上去以后，是到底都已经完成锁好了没有？所有的在地震带，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欧美板块接近的地段的公共工程，是否耐震补强强度够，我们也会来通盘检讨。那未来是不是所谓的好发期会频率会增多，我们也会去做检讨。工人用木条顶伫壁来做修复工作，台东也因为地动灾情不断，新港渔会的建筑物娘条闭起，天棚落来，顶完有受损。渔会24找结构技师评估灾损状况。办公室主体建筑呢，目前是也一样要经过结构技师来帮我们来鉴定看看，然后再来做后续的评估，然后在设施部分呢也陆续的来修缮。新港渔会初步估计损失恐惊有200万，经过规工整理，已经正常工作。也毋过这边请的娘条同款按摩图有落来进行，等待评估是毋是爱补强还是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教育部的统计，讲即届地动全台湾有155间学校受到损害，这预收的金额就要开到3500多万。另外，伫高雄的主管也有一间120年历史的老德坡洋楼，伫即届地动当中，这洋楼也同款受到损害。查图表有袂少必顺，一寡所在搁起一边，校方赶紧打广告，警告大家莫外紧。苗栗头屋国小北边的查图表，敢若受到2、3半暝大地动的影响，受损等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它应该是要对齐的，它整个这个都已经塌下来，然后往外倾斜了。根据教育部统计，因为2、3大地动影响，到迄天下晡3点为止，全台湾有155间学校通报受损等，损失3500多万，其中苗栗有13间，头屋国小是上严重的。管府教育处表示，已经启动再收通报。其他学校部分，我们已经请学校针对它的也需要修缮的部分呢，先做安全的隔离，等到中央经费补助之后。尽快把它修缮完毕。南部的高雄嘛传出有真侪间学校受到影响。根据高雄市教育局的统计，有20间学校通报受损等，损失460万。其中凤山区的中校国小上严重，校方嘛伫教室外口有封锁线管制，安那老师甲学生安排去其他的所在上课，暂时无安全的疑虑。去年其实在检视的时候就有发现有一些龟裂的现象，那只是323地震让这个龟裂变得比较大。安那高雄主管洋楼本地都有120年的历史，因为2、3大地动影响，而且这几工仔拢咧落雨，旧厝嘛受损等，唔那门埋放落来，壁倒的砖仔也拢得了。我们会先把一些砖块怎么清除掉，然后再跟屋主这边讨论一下后续要去怎么做。因为这间洋楼是当地生理人刘德坡的故居，是当地头一间有2层楼布洛克式的建筑，真有历史的意义。所落来免那修复，该等专家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会今日下晡安排市长关明德进行施政报告，不过所有风声讲，这劳动局长陈信如伫上班期间违反行政中立，替副市长黄珊珊伫咧助选，引起这哪力机关的正不满。落尾议会决议讲要散会，唔予关明德进行施政报告。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发口号，指控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伫2月16日劳动局举办的工会联谊会的时阵，替想要参选后一届市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助选。如果是珊珊当选，我就还在。你们要我再拜托支持珊珊，好，拜托。陈信如否认行政无中立，连到批评风头录音，讲这是打压异议人士的行为，是互议员更较不满，要求伊落台或者是停止接受调查。我们针对柯文哲市长团队严重的行政不中立，表达我们的抗议。准备向议员提出施政报告的台北市长郭文德，去互哪力议员轮流小连续捧点外情，要是无法度上台报告。议长陈金祥嘛出面斗讲话，互市府后礼拜3进前提出调查报告，不过议员要是真不满。
至于说行政不中立，我想是这样的，我还是回去调查看看，因为我个人绝对不会有什么指使啊，我还是很守法的人，所以我们回去调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散会表达我们台北市议会对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劳动局长最强烈的指责跟抗议。我们今天应该散会，好不好？好，休息散会。看到哪里党团拢复议，议长讲技术推宣布散会。无罪推定这个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啊，法不溯及啊，我们还是从一个法治国家，还是要基本的态度嘛。市长就说由政风去调查了哈，谢谢政风调查，谢谢。因为家己发言的争议，副长官高文哲无法度上台做施政报告，但是如是无国家讲啥，赶紧离开议会。因那施政报告的议程是延到拜五早起继续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劳工的权益，劳动部伫今仔日公布上届新的无薪假统计，虽然公司有到92间，不过人数却是减少35人。劳动部表示讲，疫情渐渐稳定，有大型的旅行社认为讲，未来将有机会开放民众出国，所以就来提早准备，要甲这700名的员工停止因的减班休困。亲像金赛旅游也讲，会提早准备，而且打算要加招一寡员工。伫就业服务站内底来找头路的民众是袂少，即卖疫情有较转好，民众拢感觉工作机会是增加袂少。如果以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太构成什么影响了，因为毕竟感觉疫情也散得差不多。看好就是说，因为疫情过了，那航空公司或者是旅游业之后会比较多一些业务需要做，然后也会有比较多的专案可以做。有来找头路的民众想要做旅游业，因为因感觉疫情受较乐观，边境有可能会开放。因若根据劳动部24公布上新统计，实施减班休困的公司虽然增加92间，人数却是减35个人。劳动部指出，有大型的旅行社认为有机会开放边境，为了避震，要700个员工停止实施减班休困。他们认为这个疫情慢慢的减缓，有机会会有一些边境管制的开放，必须要说把人都叫回来，然后开始来做一些部署。这个旅行社的话，它大概在这个情况下，暂时它就不要再实施了，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国门呢能够稍微松开一点，人才的一个回笼，开始有一些旅行社着手在进行。针对这点，香西旅游嘛证实，为去年开始配合申请劳动部减班休困的计划。申请的员工经过主管的同意，互因减班休困的假，实施到这个月20，申请的人数是671个人。另外，考虑部署出境旅游的人力，减班的计划按算4月份会停止申请，而且会扩大招募人才。2月的失业人数为434000人，其中因为对原有工作不满意，以及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者，分别增加3000以及2000人。虽然旅游业的春天哪像要转来啊！不过，根据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统计，2月份的失业率是3.65%，比顶个月有加悬淡薄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申请了后，有一批转读的人，还有部分临时的工课结束。针对这点，主计总处强调讲，除了这批转读的人以外，受到疫情影响失业的情形也有得到改善，整体劳动市场已经有相对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银行即马调悬基准利率了后，也互学费贷款的利息超过1%，目前已经来到1.15%咯。那准是私立大学读4年开38万，分做8年来还，这利息差不多是1年加500块出来。不过，那赢立委认为讲，这学费贷款的部分不应该起，电到爱降到0.5%才对。如果说2年内的话，一个月1万多块。面端大学2年学生，大学4年学费无扣出来，申请就学贷款。伊讲在学期间有一份兼职工作，即马打拼欠钱，希望伫毕业了后2-3年来将学贷还了。我现在自己就是有存钱的一个计划，就是至少要存到说我的学费总金额的1半，就是觉得影响不大。
生活买啊，央行去利息以马了后4年下贷，总额活38万。若讲以贷款期96期8年来计算，去利息进前利率0.9%，本省贷款总额393984块，去利息了后利率1.15%，本省贷款总额397920块，利息增加我4000块。虽然金额无大，也毋过有人也留意认为，去年实质经常性薪资负成长，薪水价头路歹找，也爱面临学贷还款压力，主张学贷无应该去爱降。调为0.5%，中长期希望调为免息。苏里大学校务人员表示，申请学贷条件分3大类，以A类占上侪，家庭所得114万以下，在学4年期间，甲毕业1年内，会当免学贷利息。B 类家庭所得114至120万，利息减半；C 类家庭所得超过120万，才需要缴全利息，而且营养疫情到无捌公布完缴本息，还是只缴利息无害本等3大方案。那学生他贷款的金额不会很高，这样算下来的话，1个月负担不会加很多。去利息影响也包括青安买厝贷款利息也调悬到1.68%至1.74%。那也立委建议，全国银行应该照顾青年族群，青安买厝贷款利息袂当超过1.56%。但是每一个家庭呢，他的所得是一定的哈。如果升息幅度过大的话，消费排挤的效果就会很强。照顾弱势，目前只有劳工纾困贷款利息动起，不过学者表示，央行起利息今年恐惊唔拿一摆，因为无对美国汇率就有贬值的压力。如果后半年全球会政治起利息循环，唔那影响消费，甚至会影响投资出口红利，恐惊伫第4季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底，法务部、经济部也有公平会有组成一个调查小组，要来调查这市面上的物件敢有乱起价情形。不过，就立委质疑讲，这卖啊进口税有甲米粉刷一直起价，认为安尼是不合理的。公平会也表示讲，目前也有等咧调查咯。便当一粒起5块，鼎煎一粒起5角银，有真侪吃的物件拢点点啊变贵啊。面对这个物价一直咧起，法务部去年12月开始，和经济部、公平会这个单位组成下部会联合稽查小组。不过稽查到今啊，敢有发现到业者有无合理咧调关价咧？持续在调查当中，这是法务部还有跟其他相关的部会大家一起联合来做稽查。我想预防比侦办还重要，主要就是要稳定物价。同款是100块纸票会当买到的物件愈来愈少。有立委讲，明明小麦进口税已经降价，不过伫个过去一袋干那爱400块的米粉，即马煞变做600块，规个起200块遐尼济，要伊这个业者是不是违法咧调关价？政府税都降了，人民却没有看到面类物价下跌，还继续涨价。这中间的落差跑到哪里去了？已经正在立案调查之中，就是说了解相关的业者他的涨价行为或者是说他的调价行为有没有做相互勾结、联合行为的疑义。薪水对袂到物价起遐悬，万一原油粮食刷咧起，安尼嘛互立委烦恼讲，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是不是会突破3%？安尼互通膨压力会更加沉重。今年会不会突破3%？除非那个原油价格有再进一步的上升，或者是粮食的价格又进一步的上升，要有国际的因素，还有政府后续的一些稳定物价作为，才能综合判断。那目前很难讲。主计总处嘛唔敢下定论，强调讲都爱规范来评估，只是即马逐项都一直咧起，民众起甲惊着，这个钱变薄去，民众的荷包嘛一直揪水去。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国际新闻。南韩军方的声明讲，这个北韩伫今下晡2点多时，向东南部海域发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暗头4点多，南韩军方陆海空也发射几粒导弹，要来反制北韩。南韩军方表示讲，这粒飞弹飞1080公里远，高度大约是6200公里，飞71分钟了后，落入去北海道的西南方海域。
这是北韩自从2017年以来头一届发射洲际飞弹，而且已经下过红线路，意思着南北韩的关系是真紧张。南韩总统文在寅也对北韩表示强烈谴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北韩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日本附近的地区甲国际社会和平安全，是袂当原谅的。美国白宫美军印太司令部也拢对北韩公开谴责。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达已经是1个月啊，这战火无情害数百万人呢，是有路无处，两军交战死伤真严重。不过这乌影有也代表讲一定有光线，但这回来看讲是虾米款的帮助甲关怀，互因会当继续坚持落去。3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1个月，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无依无靠，要几十顿，牺牲无数平民甲士兵。不过伫无情的战火中，有真侪代志牵动咱的情绪。伫基辅防空河内，7岁乌克兰查某囡仔阿米莉亚唱电影《冰雪奇缘》主题曲的影片到今已经超过100万人次来看。同款用音乐安慰人心的，也阁有更琴师大卫马尔泰罗为德国开几百英里的路程，用拖车载一台钢琴，伫波兰边境检查哨演奏歌曲。因为乌克兰规定18至60岁查甫人需要留落来，所以真侪走出去的妇女甲囡仔被逼伫车站甲父亲分别。欧洲国家无条件接受难民，甚至协助安顿，也互人看到人性的光辉。3邦外口的家属着急登台，最后总算传出好消息，母亲甲查某儿子2个人拢平安。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的病院内迎接新的生命，虽然当下已经互国军包围，将规个城市炸甲路苍苍。Что закончится война, и мы все заживем как раньше, спокойной жизнью,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что дети наши не будут видеть этого всего. 另外一座同款互国军轰炸的城市马利坡，真无简单，等到人道救援的物资，民众排队来领，沿途经过公园啊，个后院，挤出真侪木瓦，顶头插满家己订的喜帖架，随着气温回升，土壤改动，民众将不幸死伫战火家属遗体落葬。Сын с другом копали могилу. Мы ее захоронили, сейчас просто крестик вставляем. 抗chiến火伫木瓦前第一，也活落来的马利坡市民毋望一切会当早日结束，互生活重新恢复平静。公司新闻王标文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又有记者死亡啊！罗西亚有一名查甫记者自杀伫基辅采访的时阵，却去互罗西亚的炸弹击到当场死亡。另外，也有乌克兰的查甫记者放弃工作，加入军队，要替因的国家效劳。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满1个月，除了乌克兰民众牺牲以外，报道前线消息的各国记者嘛传出殉职。根据 BBC 报道，俄罗斯的调查媒体女记者保琳娜，在战争爆发了后，就伫基辅、利奥夫这个重要城市报道当地上新的消息。伊23去基辅采访一个互俄罗斯攻击毁损的国务中心的时阵，互俄罗斯军人的大炮弹着，做回过去遐的2位民众嘛因此受伤。保琳娜在生的时阵，捌伫个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反贪腐基金会工作，所以俄罗斯政府看作是违法极端主义的机构，互真侪员工拢逃亡去国外。BBC 引用媒体观察组织新闻标题运动的资料，显示保琳娜是伫即个战争内底，因为伫前线报道战事，第7个殉职的记者。有记者殉职，嘛有记者放下工作去做兵，加入国防軍。Мене звати Маргарита, і зараз я медик в одній з ТРО Києва. До війни я була журналісткою, піарницею та прес-секретаркою народного депутата. 今年才25歲，瑪哈麗塔在戰爭的頭一天就響應國家的徵召，加入國防軍。原本伊住伫第2大城哈爾科夫，卻因為工作住伫基輔。俄羅斯的入侵，互因2個故鄉攏受到攻擊。伊伫前線看到真濟戰爭的狀況，互伊捌懷疑是毋是愛為前線退落來。不過最後，伊決定要用家己的力量，甲阿兵哥做伙保護家園。Десь там день на 15-й я думала про те, що чи правильно я зробила, чи на своєму я місці. Чи не варто було мені також поїхати кудись в Польщу і сидіти собі тихенько під мирним небом. Але я зрозуміла, що тут я набагато корисніша, ніж могла би бути там.
拜二组织加居生物工业国高峰会拢要召开会议啊！这会议当中会讨论到要安怎协助乌克兰甲制裁罗西亚。不过，今麦所有风声讲，这罗西亚高层的官员丘拜斯辞掉总统特使这个职务。这位丘拜斯是罗西亚头一位总统叶尔钦的新伯。根据到英国媒体报道，伫咧普廷掌权了后，这位丘拜斯就无法度崩西啊。因那伊辞掉职务的原因，目前拢无正式回应。现年66岁的丘拜斯，伫叶尔钦担任总统的时阵，做过副总理加克里姆林宫幕僚长这重要职务，是叶尔钦政府真有权的人，也是俄罗斯伫前苏联解散了后，促成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人。不过，因为丘拜斯当初坚持反对叶尔钦经普廷做接班人，所以普廷做总统了后，丘拜斯就离开。真侪年，丘拜斯毋若一概公开表达对普廷的不满，也毋过伊即马目前也伫普廷的政府主持纳米科技发展策略的研究机构，担任全球气候变迁议题的总统特使。2015年一直批评普廷的尼姆佐夫伫莫斯科被刺杀死亡的代志。丘拜斯也公开参加反对派的哀悼仪式。Если всег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здесь, в нашем городе, люди идут плакатом «Добьем пятую колонну», а сегодня убивают Немцова, давайте задумаемся,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завтра. 金融时报指出，丘拜斯阿某互人看到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现，若是伊是这个时间点甲原因，并无得到丘拜斯本人的证实。若是俄乌战争的局势，小联说要开会的北约后面甲7大工业国高峰会，安怎支援乌克兰控制俄罗斯，这是各国元首讨论的重点。针对外传俄军可能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方面也放掉无排除使用核子武器，北约组织也提出警告。Any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would totally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Russia must stop its nuclear saber rattling. This is dangerous and it is irresponsible. 也毋过，对于乌克兰5万设立的禁航区，通阻止俄军持续空中优势进行空袭，北约组织已经表明无可能同意。若是派遣地面部队，北约嘛敢若增加兵力去会员的东欧国家，未进入乌克兰。当时乌克兰入会这个问题，也无伫即届北约峰会讨论。公司新闻此家人编译。伫咧克林顿做总统的期间，美国出现头一位女性的国务卿欧布莱特。23伊因为破病来过身，食到84岁，别讲也降半旗表示哀悼。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成员也拢做伙徛起来表示悼念，怀念这位固守民主和人权的前辈。1937年伫布拉格出生的马德琳·欧布莱特，父亲是捷克斯拉夫的外交官。1939年纳粹德军入侵利比亚流亡，1948年搬到美国，佮申请政治庇护。欧布莱特伫1957年加做美国公民，了后伫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卡特政府时期，伊政治背景工作，以外交顾问的身份，有做过真侪副总统甲总统候选人。1993年克林顿政府期间，欧布莱特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执掌国务院，加做美国头一位女国务卿。国务院也阁有华府的资深外交记者，真侪拢捌是以欧布莱特的朋友萌生。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向欧布莱特致敬，讲伊是一种力量，伊的双手转变历史潮流。A number of our most senior officials, from Secretary Blinken to Deputy Secretary Sherman to our Chief of Staff, Susie George, were lucky enough to call her a boss, but I think the better word is probably mentor. And a number of us have had the great pleasur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Secretary Albright over the yea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is building who continue to work here and to recall very fondly her tenure. Of course, she was a trailblazer as the first femal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quite literally opened doors for a large element of our workforce.
欧布莱特上互人知影，就是推动克林顿政府组织塞尔维亚米洛塞维奇政权伫科索沃进行的种族清洗，当时北约的轰炸行动，互某一寡批评者讲是欧布莱特的战争。一个月前，也就是乌克兰和俄军入侵进前，欧布莱特伫纽约时报社论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一篇评论，伊讲无论隔壁国是啥物人，乌克兰拢有独立主权。伫现代大国接受这一点，普京先生也需要安尼。这是支持近来西方外交的思想，这也是法治世界甲将任何规则看作无虾米国度之间的区别。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目前，意大利正在举办普隆纳儿童册展，这届也邀请伫去年普隆纳插画展摕到奖项的台湾画家参加展览。中国想要打压台湾的行为是无所不至，所以中国就要求主办单位爱伫飘逝的所在台湾后壁加2字中国。主办单位落尾是决定讲，同一场展览的插画家拢无囥因国家的名册。全球囡仔册产业指标普隆纳儿童册展，当地意大利展览，还佫邀请去年摕到普隆纳插画家大奖的艺术家办个人的展览，其中就包括台湾的艺术家杜派欣。Apeixin Show da Taiwan. Congratulations. 会当摕到红看作是插画界奥斯卡奖的普隆纳插画家大奖，应该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不过，煞有立委也出来讲，这场展览哪像有发生台湾去互中国打压的情形。中国在意大利的外交单位啊，他们去跟他们的省长去跟他们抗议啊，这一个台湾不行，要用台湾 China， 这个就是最无聊的、最恶毒的政治介入文化嘛。立委表示，台湾在外国的文化活动当中，唔那是体育，连册展、插画展览，拢受到政治的打压。呼吁文化部甲外交部，拢要有具体的作为甲表态。省政府那边一直要求他，所以他做了一个折中，然后就是刚刚讲把台湾这个遮蔽。可是他不只做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展场同时有3个作家，那原本3个作家的下面都标示了他们的国家，他就把3个作家的这个全部都取消了。文化部讲，外馆第一时间就有回报情形，已经有甲册展的主席甲当地大使沟通，嘛向意大利国会表达希望会当得到更较侪国会议员的支持，唔通伫展览甲小界时阵打压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国唔若要打压台湾，也想要偷摕咱台湾的高科技资料。就一间中国南京的南洋智能系统公司，利用3个查甫人伫咧台湾开一间公司做晶片开发，而且佫甲即寡机密资料传登去中国。新的检方甲这3个人依照违反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起诉。原本乘坐伫新竹德北这栋大楼内，就是中资企业伫台湾成立的公司。检方查出，从事人工智慧晶片设计的中国南京南洋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伫台湾找3名查某人担任公司主管，进行人才招募甲晶片研发的设计业务。不过，却将研发的进度甲成果回传到位伫中国的电脑主机。第3个月，就付予台湾的公司1亿外。外汇的形式呢，大陆公司已经汇款500多万的美金呢，到这个台资公司来支付薪水跟房资相关的费用。所派的3位高级干部呢，在台湾呢是以台资的名义来规避《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检方指出，这间公司以台资包装规避经济部投审会审查定书，另外也有借着香港公司的名，合法设立台湾办事处之名，实际却接受中资投入，从事人才招募甲研发设计。由台籍工程师2案分别防以违反两华人民关系条例，防起诉甲原起诉。中资企业定有诱人的动作，像中国半导体公司比特大陆伫台湾成立地心深导这2间公司，3年来高薪救走200名台湾 IC 设计高阶人才，包括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等大厂拢受害。产业研究专家表示，这反映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困境，人才需求量才会这样大。中国目前在半导体业面临美国卡脖子的相关的问题，所以反映它未来的一个前景，那其实是比较不明的，所以相对比较没有办法吸引国内的优秀的半导体人才，那么再往中国来进行发展。
反而未来必须要留意的是来自于在美国半导体业的一个挖角。老北京表示，以海外市场来讲，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前途甲能见度比中国较有优势。虽然中资企业用关的薪水诱人，但过企业体制甲市场前途相对无稳。台湾地缘较近，也是世界半导体重镇，变成丰富人才的目标。建议国内对技术输出甲营业秘密等规范需要更较完整，才会当确保台湾的国际竞争力甲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通过消防法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审查。未来营业场所若准消防设备无合格，就直接罚，别搁再劝导，而且上重会当罚到30万。有消防警官加进动职管的做法，不过学者认为讲加强管理也是无够的，应该对建筑物本身的防火区规划就开始做，安尼才对。高雄城中城的火灾带走40外条性命，中华交友大楼也造成严重伤亡。重大火灾不断，营业场所的消防安全受到各界注意。行政院二是通过消防法修正草案，明定营业场所只要违反消防安全法规，未搁予因改限期，直接处罚。院长就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才是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对于违反消防安全设备设置维护或防火管理规定者，也提高罚则，来提升公共安全。消防员这篇案件较早检查找到确实，敢会当开限期改善单，互维作业者无情看意，一直唔肯改善。必须消防队来回一直复查，那签真久也浪费人力。限改的制度，那业者通常会等待我们的一个去检查之后，开单的这个限改的动作之后，他才会主动去维护。那这部分就会变成这段时间会有一些空窗的一个时间点。那这次的一个修法的部分，因为他怕被我们处分，那相对于他们场所也会有一些压力的一个存在。这届消防法大修改，包括营业场所规定变严，只要违规直接处罚，并且提高罚金，相当罚30万。佮要求液化石油气、容器零售业者爱设置安全技术人员。另外，若是假报火灾、闪过检查，还是营业场所违反防火管理者，拢爱提高罚金。我们等于在消防设备的部分，等于是很积极的。可是我们反过来讲我们的建筑防火呢，是属于宣导式管理。我们的建管的管理方法跟消防管理方法是南辕北辙，这就严重的问题，就是建筑不太管，消防积极管。而消防积极管又管不到全部。消防法修法，有学者认为只是改革的头一步，包括建筑的室内装修、防火区域、防火墙的设置，拢应该加强工厂的稽查。若是火灾发生的时阵，伤亡率较悬的牢固主体，拢要严格管理，才会当予悲剧袂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化条例已经送到立法院啊，不过代替企业工会批评讲，这草案无经过工会同意就送出去，而且草案内面是要摕在地土地甲资产来做抵押这部的。不过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代替改革已经无法度再等落去了，也无法度等每一个人拢同意才来做。中央甲代替工会对代替公司化条例看法冲突，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4召开公听会，工会不满公司化条例无经过工会沟通，而且中央甲代替的土地甲资产提去抵押债务。公司化条例版本中呢，完全看不到安全2个字，完全缠绕在整个资产以及土地的处理方式，已经脱离了社会大众对台铁改革的安全改革的整个期盼。好，也许公司化之后短暂清零，但是台铁的核心问题没有改，安全的架构没有改的情况下，台铁一样每年持续会在负债。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安全是代替改革上大的目标。针对草案无得到工会全体同意，就送到立法院，是因为会开伤济时间，改革已经无法个等待。民众的期待没办法在这时候再等你10年、20年。公务预算，那公务预算它有举债的上限呢、那1400多亿现在就移到交通部来。那我们开始要来偿还嘛？那因为它是一个偿债基金，我必须有一些这个偿债的收入，所以我们才显说有一个适足的一个资产。各方拢认为代替现行架构无够灵活，但是代替产业工会嘛指出，毋但公司化，代替的官僚文化、员工的待遇等等拢需要处理，毋望会使伫即摆做回来改革。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
工厂管理辅导法的特定工厂登记立管第2页已经到期啊。不过民间团体发现讲，有一寡高污染的工厂却申报家己是低污染，用这款的方式来登记立管。环保团体认为讲，只有空芳，政府就爱查，唔通让这款工厂乌鲁木齐趁机会闪过规范。农地违规工厂的立管登记第2页就到期，目前有将近4万多间的农地工厂要行就地合法的程序。不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调查出，其实有359间中高污染制定的农地工厂，以低污染的名义登记立管，向经济部检举来清查，结果真正有空芳。那他们清查了359间的这些本来不在他们中高污染的名单里面的工厂，那最后是找出了6间，确实是以低污染的身份，但他去低污染的身份申请特登，但他其实是中高污染的工厂。立面指出，违规工厂的公开资料就有生死等等中高污染的制定，代表让芳一定唔那是这尔。伊嘛批评政府一再强调讲有污染问题的工厂绝对袂稳准。不过，煞是有几若间严重违法停工记录的工厂，伫进前就摕到临时登记，顺势申请特定登记。政府哪会无叫因退场，等到是互因愈说愈白。连这样子的工厂，他都没有办法退场的话。什么样子污染的工厂才可以退场，才有退场机制。立明表示，取得特定工厂的登记了后，除非停业，也是互判刑，若无法度叫业者来退场。但是看几当前的裁罚，连头牌重金属、废水拢敢若停工尔，因要求修法，甲累犯纳入退场机制，卖检讨门槛。经济部表示，若特定工厂登记的业者有发生重大污染的事故，也是会废止证照。记者陈嘉文、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咱台湾走远洋的渔船啊，有用真济这外籍渔工，不过却接出现讲这船头家苦毒外籍渔工的情形。政府除了修法加强管制，美国在地协会也甲相关单位合作，希望有团队提案解决问题，互外籍渔工伫茫茫大海当中也是会当讨救兵。伫台湾渔船也是宽渔船工作的外籍渔工向政权团体化求，超时工作无充足的食物，甲外界失联、风口薪水，被叫强迫劳动事情，伤害台湾国际形象。也毋过外籍渔工处境犹原无得到全面改善，就船出海，无管是想要甲家人保平安，还是防苦毒，想要对外化救，可能也是叫天天袂应。让劳工自己手上有这样子的力气，就是 WiFi 嘛，你开放一段时间，让他们不要在工作的时段使用就好了，让他们随时如果有遭受到不当对待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求救，随时也可以跟家人联系。出海了后，通信问题有遮尔啊歹克服嘛？经营渔船也代理通信设备的业者指出，其实无想的困难甲简单。即马已经有加几划千，那专家加装设备，使用特定 App， 就会当进行简单信息传输。因毋过硬体爱开60-70万，逐个月通信费大约6万，对船头家来讲是一笔袂小支出。这个 APP 就是只能传讯息，也不能讲话，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让全部的船员都可以透过这个手机 WiFi 来做传输了，包括跟家人联系、求救都可以做得到。敢会当透过科技研发来改善远洋渔船外籍渔工的劳动权益问题。美国在台协会甲渔业署参相关单位提供30至80万不等的奖助金，公开征求提案，希望得到创新技术来简化相关通报甲应变程序。也毋过，人权团体有愿提醒，爱善用科技，也毋过应该避免科技颠倒互当作监控渔工生活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AI 人工智慧，毋但伫咱的生活当中愈来愈普遍，目前也运用伫咧医疗顶悬。今仔日伫高雄有一个智慧城市展览，其中智慧医疗区有真济医疗新科技，亲像透过这手表啊，甲机器人照顾着老大人，利用 VR 来做卫生教育，甚至是做失智症的快筛甲复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甲 VR 目镜挂起来，人无伫病院，却会当看到人工形式的手术过程。这是病院和民众卫教上新的方法。VR 科技嘛会当运用伫个失智老大人的治疗。甲目镜挂起来，就亲像人伫庄脚咧饲鸡。目镜看起就是较早细汉看到的状况，也让想起伊细汉的状况。安尼对伊的失智的治疗有足大的帮忙，而且这种的治疗嘛，让互伊心情
会较好。透过 VR 游戏，会当做实地快筛甲复健。大东病院未来要运用伫个社区甲医疗中心，伫高雄展出的智慧城市展，其中智慧医疗区有真侪甲长照相关的新科技。紧急扭已触发，要帮你打电话给 Summer 吗？这支手表啊，会当监测老大人健康状况，串联机器人有状况就连咪卡电话。阁有即卡皮箱，其实就是行动医疗箱，甚至有超音波，会当互偏乡的民众得到专科医师的治疗。它有所谓皮肤或者是眼睛或者是耳鼻喉科这些问题，我们会利用五官镜，那近距离的把病人的病灶能够及时的传回我们院内，那由专科医师做诊断跟医治。高雄六大病院这几档拢研发智慧医疗数位转型，并对疫情人口老化，智慧医疗是未来的新趋势。记者陈嘉文、刘维做高雄报道。讲到往来，伫咱台湾是种真济，往来规站拢会当利用，若有加速这纤维也会当用。嘉义大学配合科技部的计划，组成一个下冷级团队，甲规站往来处理过，这项农业废弃物也会当乌土变成金。机器自动甲往来环的芯写出来，往来的叶啊嘛经过机器的处理，变做一丝一丝的纤维。我们解决人工处理的成本，农业废弃物嘛会当国再利用。很多的工人他都已经不做不加入这个凤梨精的这个作业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们这个厂来讲的话，会非常困扰，就是找不到工。国立嘉义大学配合科技部的计划，组织理工学院、农学院甲管理学院的团队，除了开发出机器来处理往来采收的废弃物，佫利用这些物件结合生物科技，开发出各种无同的产品。废弃物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做成一些高单价或者是高产品应用价值的一些成品呢。对于我们整个农民的收入呢，我相信是可以提升了很多的一个收入。最大问题找不到人工嘛，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啊，我们台湾就创造全世界最有竞争力，就整个把它应用，也刚好我们在农业来讲循环农业。计划团队指出，往来采收的废弃物有真悬的经济价值甲运用空间。目前已经有真侪企业来问这个技术，嘉义大学嘛有暗算要来申请专利，希望这个机器甲技术替往来产业创造新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新竹县的花园山、新埔甲关西这三个乡镇，都已经宣布要发疫情的纾困金。最近也传出讲湖口乡要发3000块的消息，在地乡民代表表示，若准部以外应该会通过。不过乡公所也讲，细节要听候确认了后，才会正式宣布。湖口老街游客看起来真侪人，最近网络顶悬传出，户籍在新竹县湖口乡的民众唔免申请，就使领到纾困金3000块。而且上紧4月底进前就使领到，消息一出来，民众拢真欢喜。每个人发3000块，让大家当纾困金，当然很好啊。现在物价也上涨了啊，只是有这一笔这个3000块，也对没有一大帮助啊。乡民代表讲，代表会第1月初一读通过发放振兴纾困金自治条例的草案，15把二读过啊。喊算30会搁再召开临时会，应该顺利3读通过。目前湖口乡人口差不多79000外人，若是每人发3000块纾困金，按算爱开2.4亿。来帮助我们的乡亲，所以才会来提议说，是不是来发放这个3000块，来补偿一些我们的乡亲这些弥补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冲击，这样。不过乡公所回应，目前还有细节爱讨论。代表会也未完成立法程序，希望代表会考量纾困金发放，敢会去影响到乡内建设甲福利政策。即马落定论阁上过头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1980年代，南台湾当代艺术运动当咧兴，这个戒严了后，南部有几多位画家做伙发起台湾计划，因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收一本片做电影调查，要办13场的行动艺术展览。即马国美馆也当咧举办展览，当去看一寡画家所推动的台湾计划是安怎立即着咱台湾的技术。
甲门、窗、甲楼梯当作符号，画出人甲大自然伫咧时间甲空间中相同结果的美妙。透过迄个门，看到外口的海，看到外口的大自然，我迄种有种感觉是讲，伫住迄种厝内底，其实离即个大自然遮尔近的时候，人其实是足幸福的。今年62岁出世伫咧高雄的艺术家苏志铁，讲起30年前因为参加台湾计划，去到片湖翕相做调查，用画笔描写地理景致甲人民的日常生活。甲苏志铁同款伫咧1991年到2004年投入台湾计划艺术家甲作品，也有淡水在画、人头甲人像，艺在心的时钟指尖和李准宪的形音字。因为高雄在当时解严后的台湾社会里面，他们有那种边缘的感受，所以他们会截取地方的一些语汇到他们的创作里面哈。所以这个土地方言的话也持续有在产生。他们跨越了地域的限制，然后到了台湾1000，然后等于说做一个整体台湾的观察，他们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前锋。改检初期是为资深艺术家开10年时间，对庄卡、城镇到离岛各地区的边缘意识到土地方言，一笔一画翻头思考台湾主题意象。即阵过了30年，国立台湾美术馆办回顾展，希望大家超过160件作品甲文献资料，互咱对台湾会当有更较侪疼心甲寄望。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